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大家講解嘅係粉嶺家福邨福安樓15樓慘劇。今集嘅主角係文全基。大約1956年，文全基就喺上水嘅原居民家庭嗰度出世。佢嘅早年生活就冇乜被報道過，唔知係點，只係知佢廿零歲嘅時候就戀上咗個女仔莊月蘭，然後就同對方結婚。婚後好快喺1978年至到1986年期間，佢就同老婆生下2子1女。雖然佢係原居民出身，但似乎佢就係比較窮嗰批，所以之後佢哋一家就搬咗去大埔富善村嘅公屋嗰度居住。到咗1995年，唔知咩原因，佢哋成家就搬咗去粉嶺家福邨福樂樓嘅公屋嗰度居住。搬咗入去之後，文全基就喺村入面積極咁參與社區嘅事務，包括就擔任家福邨福樂樓互助委員會嘅主席，以及屋邨諮詢委員會嘅委員。之後又過咗幾年，大約99年、2000年左右，佢就同老婆喺家福邨街市嗰度開咗間燒臘店。兩公婆都喺嗰度做嘢賺錢。由於佢負責切啲燒味啊、叉燒等等，所以當地嘅街坊亦都叫佢做叉燒佬。根據啲街坊所講啊，喺呢個檔口經營嘅初期，佢哋兩公婆非常之恩愛，互相扶持幫手。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喺2002年5月，因為文全基喺村入面主張對抗啲同黨嘅問題，咁就被班飛仔攻擊，最終受傷。對於咁，莊月蘭就好關心咁喺啲街坊面前勸佢辭咗主席啊同埋委員嗰啲職位，去避免啲麻煩，導致好多街坊都覺得佢哋好恩愛。可惜嘅係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好多人有錢就會身痕，跟手就會搞震。文全基亦都係咁，見檔口賺到啲錢，佢就同啲朋友想去大陸東莞嗰度玩。經人介紹之下，佢就識咗一個大陸嘅女子，後生過佢10幾年嘅阿蓮。不出大家所料啦，文全基就包起咗呢個阿蓮做二奶，喺深圳租咗間屋俾阿蓮做竇，成日上去揾對方飲靚湯。去到2003年11月，莊月蘭就發現老公經常無故咁失蹤，越嚟越少返屋企。莊月蘭都估到老公係包咗二奶㗎啦，咁就向當時嗰區嘅區議員岑永根求助啦。經過呢個區議員嘅勸喻之後，幾日之後，文全基亦都返過去屋企，好過一陣，但好快佢又故態復萌，而且越嚟越對啲勸喻反感。直到去2004年初，佢個二奶阿蓮就喺大陸嗰度幫佢生咗個仔，佢亦都花得更加多嘅時間去陪呢個阿蓮同埋呢個私生子。幾個月之後，佢更加唔避忌，光明正大咁帶埋個仔，帶埋個二奶嚟同莊月蘭見面，似乎就係想焗個老婆硬食咗呢個事實。而根據一啲街坊所見啊，當時文全基更加喺燒臘鋪嗰度成日亂咁去鬧老婆，又會喺2005年初嘅時候抱住個私生子周街晒命，話佢又生咗個仔，似乎係想個老婆變得習得性無助，接受佢喺屋企係冇話語權，只可以啞忍一切。對於咁太過深愛文全基嘅莊月蘭，真係如佢所願，不斷咁啞忍。最可以反映呢個態度嘅就係當時燒臘鋪就由於有人顧住溫女，冇好好咁經營，搞到虧蝕咗好多。面對咁嘅情況啊，文全基就要求莊月蘭以莊月蘭自己嘅名義向啲親友同埋財務公司借幾十萬去周轉。而喺呢段關係處於弱勢嘅莊月蘭就真係照做，點知嘅係文全基就將大部分嘅錢拎咗啲錢去深圳二奶嗰度，並冇將啲錢擺喺生意嗰度，結果梗係還唔到錢啦。不過對佢嚟講就冇乜所謂啦，因為筆錢又唔係佢借嘅，係莊月蘭用自己個名去借嘅，而佢自己又成日匿咗喺大陸嗰度，故此就只係得莊月蘭自己俾債主追數，
為咗咁，莊月蘭就同呢個老公嘈起上嚟啦。根據一啲街坊所講，佢哋曾經見過權威被挑戰嘅文傳基當眾喐手攻擊呢個咁好嘅老婆，令到莊月蘭口腫面腫。自此之後，文傳基就正式搬離咗粉嶺家福邨福安樓15樓嘅公屋單位，搬咗去古洞嘅石屋同埋深圳嗰度居住。日頭先間唔中返去燒臘鋪嗰度做下嘢，可以話係同莊月蘭正式決裂。鑑於文傳基完全唔幫手還嗰條數，又趕走咗莊月蘭，唔俾佢返燒臘鋪，所以莊月蘭就被逼離開，去到石湖墟街市嗰度賣菜，並且兼職做傳銷健康嘅產品，獨力咁償還啲債務。咁大筆數，莊月蘭根本還唔起，佢嘅情緒亦都隨之而變得非常低落。當時佢亦都曾經試過去教會嗰度尋求心靈嘅慰藉，但現實嘅壓力依然存在，欠債嘅問題同埋婚姻嘅破裂繼續纏繞住佢，令到佢崩潰。有街坊就發現佢喺嗰段時間入面，短時間內暴跌咗20幾磅，亦令到佢最終選擇步向深淵。2005年11月22號下晝1、2點左右，莊月蘭就去到家福邨街市嘅燒臘鋪嗰度揾文傳基啦。根據一啲途人街坊嘅講法，莊月蘭係嚟叫老公還錢嘅，但就俾老公趕走。離開咗檔口之後，莊月蘭就喺外面同啲街坊閒聊，過程入面佢就話自己有2張迪士尼樂園嘅入場券，而街坊聽咗之後就講笑咁講：咁我哋可以一齊去玩喎。但莊月蘭就未有回應，只係心事重重咁走咗。同日嘅下晝3點12分左右，喺上水中心對開嘅公園嗰度，有路人就見到文傳基同埋莊月蘭喺度嘈交，嘈下嘅時候，文傳基就想走人啦。見到咁，莊月蘭就拎出把刀，從後瞄準老公頸部，再攻擊。文傳基隨即倒地，然後就大聲呼救：同我報警！而莊月蘭就擺低把刀喺長凳上面，然後就離開現場啦。救護嚟到現場之後，就將文傳基送去北區醫院嗰度接受治療。當時文傳基嘅情況危殆，而喺現場嗰度，警方就喺公園嘅長凳嗰度發現嗰把俾紙袋包裹住，大約10至12寸長嘅刀。正當佢哋喺現場調查嘅時候，有另一個更加唔好嘅消息傳嚟咗。嗰個消息就係喺粉嶺家福邨福安樓地下，有人就發現莊月蘭倒地離世。嚟到現場之後，警方就喺莊月蘭身上面發現一封分開咗2段而寫嘅書信，一部分就係話佢非常之深愛住佢老公，話自己原本有個美好嘅幸福家庭，點知老公包二奶令佢冇辦法忍受，摧毀咗個幸福嘅家庭，佢好傷心。而另一部分佢就喺度痛斥老公喺金錢上面極之不負責任，爭落啲債務但就唔肯還，令到佢要獨自孭起筆數，壓力非常之大。去到事發嘅時候，佢仍然有5萬蚊未還。除此以外，警方亦都喺福安樓嘅15樓嗰度，喺走廊嘅欄杆上面揾到莊月蘭嘅鞋印，證實佢離世嘅原因係做空中飛人，做傻事。另一邊廂，情況危殆嘅文傳基就入住咗深切治療部。期間，文傳基嘅二奶亦都致電過佢嘅手機，由於佢昏迷緊，所以就由警方接聽啦。當警方問係咪阿蓮嘅時候，對面就支吾以對，之後收埋線添。警方之後再跟住個電話 number 致電翻轉頭，但就冇人接聽。去到夜晚，由朋友嗰度收到風嘅二奶阿蓮就帶埋個仔由深圳趕到嚟北區醫院，然而佢就一直被拒絕進入病房。去到23號朝頭早，阿蓮就再次要求入病房，咁啲醫護人員就問佢係咩身份啊，同病人咩關係啊？佢就答：我係佢個仔個阿媽。醫護就話：醫生巡緊房，又唔係探病時間，咁就叫走咗佢啦。行開咗嘅阿蓮就向傳媒聲稱啊，
話文傳機每個月俾2、3千蚊家用佢，有負責埋個仔嘅生活費，仲周不時上嚟探佢哋兩母子。佢覺得文傳機非常照顧佢哋。至於女事主，佢就話同女事主喺家福村嘅單位嗰度見過一次面，話女事主當時非常之平靜，仲俾咗2嚿水佢，俾佢買奶粉俾個仔添。所以佢就覺得文傳機同女事主已經傾掂咗數，女事主接受咗兩女共侍一夫。佢話啲街坊話佢係拆散文傳機家庭嘅罪魁禍首，佢覺得非常之無奈，我話都唔知點整啊。而對於今次慘劇嘅原因，佢就話唔知咩事喎。當然啲傳媒就冇咁易去放過佢嘅，有啲傳媒就問佢同文傳機一開始係點樣識嘅，點樣搞埋一齊嘅，嗰陣時佢又算唔算破壞人哋家庭呢？對於呢啲問題佢就支吾以對，迴避晒。去到同日嘅下晝，佢就再次嘗試入去病房，話我係佢第2個太太啊。再之後文傳機就已經醒返，可以講嘢添。咁警方就向佢錄取口供啦。文傳機就直認佢係有包二奶嘅。而事發當日，老婆離開咗檔口之後，大約3點到就致電俾佢，話有錢可以還債，叫佢出嚟商討下啲債務。咁佢就去咗上水中心對開嘅公園嗰度同對方講數啦。點知最終就發生咗咁嘅事。基於呢個口供，文傳機同埋女事主嘅電話記錄，仲有女事主當時係帶埋刀去嗰個公園嘅，所以警方就認為女事主係因為感情同埋金錢嘅債務問題，有晒預謀想做低文傳機。佢以為自己做低咗文傳機之後就離開咗，去咗做傻事。佢冇諗到嘅係佢老公救得返。與此同時，女事主嘅仔女同埋啲親友就去咗認領女事主。傳媒發現佢哋表現得好沉默，仍未見到佢哋有去醫院嗰度探訪文傳機。去到25號，文傳機嘅情況有所好轉，咁就出院啦。為咗避開啲記者，佢就喺醫院安排底下，經特別嘅通道出院。而根據傳媒收到嘅消息，佢之後就同個阿蓮返咗去深圳愛巢嗰度養傷。幾日之後，家福村就為女事主做法事超度。對於呢個悲劇，好多街坊都係企喺女事主嗰邊，但女事主唔抵。例如女事主菜檔嘅同事就話，女事主為人善良勤力，就算份工好辛苦都冇怨言。佢見過女事主為老公包二奶而偷偷地喺度喊，佢曾經勸過女事主唔好諗埋一邊，但都冇用。而福安樓嘅女保安員就話，事發當日女事主仲關心佢食咗飯未，又話要綁住拎3萬蚊俾老公。點知最終佢會目睹女事主離世。而之前提到過嘅嗰個區議員亦都慨嘆，話無奈當日勸唔掂文傳機。呢單 case 去到呢度亦都正式落幕。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評論或者感想。呢條片就係其中一個觀眾要求我去製作嘅，咁出嚟嘅內容可能未必符合到佢或者其他觀眾嘅一啲預期啦。因為咧，佢就同網上面嘅一啲講法未必好切合嘅。我嘅做法咧就係揾翻當年嘅幾份報紙嘅報導啦。喺呢3-4份唔同嘅報紙入面，佢哋資料會有啲衝突唔同嘅，咁我會有啲取捨嘅，有自己嘅準則去判斷。咁呢個就係我嘅做法或者我嘅途徑啦。至於網上面，譬如一啲大陸網站啊，或者一啲專講奇案嘅一啲網站，佢哋嘅內容同我幾唔同嘅，佢哋好強調某張飛啊嘅重要性，但我揾嘅嗰3-4份嘅報紙就冇乜點講嘅。其實咁點解會有呢啲差異呢？其中一個可能就係佢可能識得多啲人啦，識啲當年嘅警察啊，識每單 case 嘅一啲親友啊親屬，拎得多啲資料啦。另一個可能就係藝術上面嘅加工啦。呢度就想交代翻呢點，理由就係我又唔想見到某啲觀眾突然聽完之後就喺度留言，你好唔專業啊，你冇講乜乜啊。我只係想講我嘅根據就係嗰幾份報紙，佢哋冇講嘅我亦都唔係好想加入去。我唔知係真定係假嘅情況底下，我唔想僭建啲嘢上去。可能嗰啲網站係真㗎，但我分辨唔到啊嘛。呢個就係我嘅做法。最後就係呢啲嘢其實係好無奈嘅。理性上好多人都講，好多人都知，
呢位男主角呢啲咁嘅伴侶係非常之 toxic，係要遠離嘅。當佢包二奶嗰刻就應該要斷絕關係，之後更加唔應該幫佢借錢。理性上我哋都應該知嘅，但現實就係好多人喺一段情愛關係嗰度就係當局者迷咯，唔會理性。當一啲朋友啊、親人同佢分析嘅時候，勸佢嘅時候，佢亦都唔會聽。最後最差嘅結局就好似女事主咁，俾佢老公背叛之餘，仲煽獲金嘅，諗埋一邊走上絕路。呢度唔係怪緊女事主，因為女事主或者類似嘅人唔聽，佢哋喺道德上都冇錯㗎。佢哋可能只係俾一啲傳統嘅觀念啊、家庭嘅觀念、感情束縛住，未去諗得通。只係覺得好無奈，有時現實或者網上面聽一啲電台嘅例子都係咁，勸又勸過，分析咗邊一種選擇係較為理性嘅，分析咗啲得失，但感情嘅嘢唔聽就係唔聽咯。然後有時就好無奈睇住佢發生某啲唔好嘅嘢，有時就係唔知點樣去處理或者做人。唉，今集就講到呢度啦，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分享，加入會員或者 Super Fans。另外亦都希望大家 follow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咁就可以喺出片嘅時候收到通知啦。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拜拜。